来三个祈祷，亲爱的弟兄弟，伫即个真特别的主日，阮纪念阮的主耶稣徛入圣城，也是开始伊的受难周的头一日。阮伫你的面前，用感恩的心，因为你找你的独生囝，为着阮钉死伫十字架。愿阮对今仔日所分享的信息，你的话，互阮搁较体会阮的主的疼，也体会早时对伊的人怎样忠实对伊，也求你帮助阮，互阮做你忠实的奴仆甲学生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今仔日是中秋节主日吼，我会记得。几若年前，我伫遮牧会的时候，咱即礼拜，敢若拜四暗拢有圣餐，敢毋是？迄阵啊吼，即摆拢无啊吼，即摆疫情安尼，原来是无啥可能啦吼，总是袂要紧。今仔日咱唱的圣诗，拢是中秋节主日的圣诗。今仔日的启应文，我知影足长的。以赛亚53章，你拄仔读的是，你一定知影是伫讲耶稣受难的代志。耶稣今仔日即个礼拜日入耶路撒冷城，伊拜四暗去互人掠去，拜五去互人钉十字架。伫咱今仔日读的圣经，伊有讲一句话真出名，咱逐个拢捌听着。伊讲。要对我的人，着完全否定家己，拿家己的十字架来对我。同款即句话，伫马太甲路加拢有。我会记得我伫遮牧会的时候，敢若原来是受难节途前，我有讲一篇讲道，我毋知影恁拢还佫会记得袂啦吼。真侪年前啊，或者咱无必要做的代志，你敢会记得我有讲即个圣经？我会讲，咱无必要做的代志，什物是咱无必要做的代志？我讲哦，耶稣十字架对耶稣是咱无必要做的代志，因为耶稣讲即句话时，伊讲巴克勒博士的翻译吼是讲，若有人要对我，就看无家己拿伊的十字架对我。新约伊讲，要对我的人，着完全否定家己，拿家己的十字架。耶稣讲即句话时吼，英语是 if 开始。若是 if 的时候，你会使拣，你会使决定。你袂通今仔日是讲要对我的人，着否定家己。你若无要对伊，你毋免否定家己呢。你若无要对伊，你嘛毋免举你的十字架去对伊啊。你有选择，所以我讲，迄是咱无必要做的代志啊。我知影讲这真有影，我若讲无清楚吼。恁出去会讲张牧师讲叫我毋免举十字架对耶稣，我无安尼讲哦。你毋好，我毋是安尼，我是讲即句话，咱有选择。耶稣嘛讲，你若要对我，你举你家己的十字架对我。要举十字架毋好，咱要对耶稣啊，咱有选择。总是罗马的死刑犯，因无选择的余地。因拢爱举家己的十字架，去互钉十字架。我袂记得当时读到有人伫分析即个代志吼，这对迄个犯人的心理上实在是足大的苦楚，你知影？伊互人拍了吼，因讲罗马政府、罗马遐要甲你钉十字架以前，拢先甲你拍到你血插滴吼。因为你的身躯的水分无去吼，较顶仔钉十字架吼，才毋免吊遐久。这毋是出伫好意呢，这因会当缩前缩决，会当紧转去。你若较早死，伊就会当转去。所以，互伊拍了，佫着举迄支家己要互钉十字架。你敢想讲伊咧举伊十字架的时，迄个心情相反，你想看觅？迄是足大心理上的负担呢。耶稣讲要对我的人爱举十字架，
咱可能听安尼听着过啊，总是听耶稣即句话的人，知影耶稣咧讲啥，因为目睭拢有看到遮个代志嘛。罗马的死刑犯无选择，伊一定要举十字架。总是伫圣经的内底吼，敢若一个人，福音书的内底讲伊是古利奈人西门，即个人，互人压迫去举十字架，佫毋是举家己的十字架，是替人举十字架。我想人类历史上敢若即个人尔。伊互人压迫去举十字架，耶稣讲若要举十字架，你有选择，你会使讲歹。毋过西门哦，伊徛伫遐看老爷去互拖去，叫伊甲耶稣举十字架，伊袂使讲毋会住遐迄阵啊，袂输去互警察抓去啊！你着迄个时阵戒严时，咱逐个拢捌过迄个时代，无人敢加讲话。伊互人压迫举十字架。毋是举伊家己的十字架，是替别人举十字架。约翰福音传讲吼，耶稣举家己的十字架去各各他的山顶举钉十字架。约翰讲耶稣家己举，总是马太、马可、路加拢有提起即个古利奈人，即个西门即个代志。我因为即礼拜耶稣的受难节，我大概讲耶稣，咱会知影拜四暗去互伊食暗饱，去克西马尼祈祷，去互掠去。马可甲咱讲，伊互人钉十字架的时，是拜五早起9点，所以对食暗饱到钉十字架中间上加12点钟来定。上加12点钟来尔，伫这12点钟啊，伊互人安怎款待？我将福音传内底所有的资料甲整理起来吼，大概是安尼啦。耶稣互人掠拜四暗，互人掠去了吼，因为拜五暗开始是犹太人的安息日，因要处理一个犯人吼，安息日以前因拢爱处理，所以吼。耶稣互人掠去拜四暗到拜五早起钉十字架，所有耶稣咧互拍互彼得倒审问，拢伫暗时啊，迄12点钟过内底发生诶。伊大声互人掠去了，送去祭司长遐。伫遐马太26章67节，讲因甲伊配喙烂，甲伊扇喙皮，甲伊侮辱。了后因知影。即个代志爱紧解决，所以因马上甲伊送去彼得岛遐罗马总督，因为敢若彼得岛有权，通判人去钉十字架，所以因要赶紧做即项代志。半暝暗时送犯人去互彼得岛，我想彼得岛嘛是伫因的压力的中间，乖乖暗时出来上班，伊去问耶稣遐代志，拢是迄个时阵。彼得岛问耶稣了，伊知影耶稣无做，是毋是？这恁犹太人家己的代志嘛？你咧硬要甲我拖落，伊想要用拖法过，拖若到拜六安息日开始，伊就毋免代志，就后礼拜的代志啊。伊将耶稣送去希律遐，恁犹太人恁家己去解决。希律嘛无咧讲啦，希律知影彼得岛的意思，伊甲耶稣。侮辱了，即个希律的老爸就是耶稣出世的时，胎死遐2岁以下囡仔伫变形迄个囝，伊真早就要看耶稣。有人伫路加讲，有人甲耶稣，有一日人甲耶稣讲，希律要看你，希律要杀你啦。耶稣甲伊讲，你去甲迄只狐狸讲，耶稣嘛真无客气啦，叫希律叫狐狸啦。这希律看到耶稣，甲耶稣侮辱了，伊知影彼得岛咧创啥，伊阁甲耶稣送倒转去互彼得岛。彼得岛迄个了，送去彼得岛了，圣经讲彼得岛甲耶稣用鞭甲耶稣拍。我拄仔讲拍互伊流血，互伊较顶仔明仔载钉十字架是较好解决。
因为伊是犹太人的王，因用刺仔去编一顶王冠，甲耶稣戴落，互伊穿紫色的袍。拄啊马可讲，迄领紫色的袍应该脱起来，就是迄领紫色的袍，因为紫色是迄个时阵的王的色。你是犹太人的王，互你戴刺仔的冕旒，穿紫色的袍，迄是一款的侮辱。啊，佫用棍仔甲耶稣拍。迄伫马太第27章第30节，你看迄暗互人送来送去，佫互拍，佫互侮辱，耶稣真正是足忝的啦。过早去天父光，送去要甲伊送去顶十字架，可能拄开始的时，是伊家己也十字架无毋对。总是伊的身躯已经真烂啊，规个暗安尼风车安尼，伊真烂啊。因对路边留一个人替耶稣举十字架。我咧准备这时，昨昏吼，我伫 YouTube 看到吼，是即个大斋节 Lenten Season 吼，即40日。伫耶路撒冷哦，逐礼拜拜五，Lenten Season 逐礼拜拜五。即个拜五是上界盛大，因为即个拜五是耶稣互钉十字架。对 Lenten Season 开始的头一个拜五，伫遐拢有一个，敢若伫遐少年耶稣举十字架，行迄条苦路，叫做苦路啦。迄条吼，拢总有14个 station，14个 station。我昨昏甲看吼，一寡天主教的神父带。一个用拉丁文，一个用希腊文，一个用英语，一个用中文。啊，伫逐个所在拢停落来，伫遐祈祷、读圣经、少年耶稣举十字架，拢总有14位。我从较要紧的讲难听啦吼。第一位就是对比勒多讲要互伊钉十字架，啊，耶稣对遐举十字架出来。第二个所在就是耶稣举上十字架出发。到第三个所在，照天主教的传说，迄条耶稣行迄条苦路的时候，跋倒3摆，头一摆是第3位，第5位是因掠迄个西文，甲耶稣举十字架，是伫第5位。第7位、第9位，耶稣搁跋倒；第11位是耶稣钉十字架；第14位是耶稣的身躯收入去墓的。这是耶稣的苦路。因逐礼拜拜五拢有即个游行，不只有意思啊。耶稣有影跋倒3摆也无，圣经无写。毋过我拄仔小所描写的，大概真有可能啦。我拄讲开始的时，伊可能家己啊，罗马这边哦，我这安尼直拖要拖到几点？所以因要赶紧叫一个人来甲伊拖。因去掠着迄个西文，这个西文就做古利奈人。古利奈吼是现在迄个所在还佫伫个，是伫利比亚、非洲利比亚的东北边的一个海港，伫埃及的西边。对遐吼，去到耶路撒冷吼，800迈，差不多1200公里啦。迄阵也无飞机哦，啊嘛无喏，迄若有牛车通坐，就算袂歹啊。啊若无是用行的，即个古利奈人有可能伊是一个外邦人，总是伊信犹太教。迄个时阵犹太教的信徒，因一生的内底。拢总着爱去耶路撒冷过迄个搬假节。即摆回教徒抑阁安尼，回教徒因一生的中间拢一摆爱去麦加，迄个穆罕默德出世的所在去遐做礼拜。迄个时阵原来安尼，所以即个西文哦，若对古利奈去到耶路撒冷，伊有可能是欠足久啊。计划即个旅行毋知计划偌久啊！
伊对古里来出发，行差不多几个月才会到。伊行到遐，要赴犹太人的搬嫁节。当然，你会当想象，伊迄个欢喜安尼，迄个旅行，对伊来讲一生一摆了定。但伊到遐，看到人遐济，伊徛伫边仔咧看闹热，去互人拖去，甲耶稣举是皮价。若准是你吼，也是我，咱安尼走遐远来遐吼，啊徛到遐看闹热，啊甲我掠拖去举是皮价。举是皮价是较袂要紧，我若有力，我是会来甲你举。毋过有一个宗教上真厉害的所在是，即个人西门伊要去赴搬过节，伊要入去耶路撒冷的圣殿。耶路撒冷圣殿要入去，规定足济啦。上要紧的就是你袂使去摸着死的物件，摸着犹太人看做垃圾的物件，袂使去摸着火。你甲想象耶稣互人拍干的，迄支十字架一定结花结到要死啊，结足侪耶稣的花。伊去举迄支的时候，我相信伊心肝内中，我即座路白走的啊，伊袂当去圣殿内底啊，无清气啊，去捌着火啊。伊袂当去参加迄个，伊要来走遐远要来，我相信伊有够衰呢，今日有够衰，拄伫遮去互掠着。我吼读即个故事的时，我伫想讲，伊对神学上来讲，伊所目着的火有影，对犹太人来讲，伊变做无清气。毋过你敢捌想，反面甲想看觅，迄什么人的火？迄耶稣的火呢？耶稣是上帝的羊羔，圣经拢甲咱讲，伊流血要拯救世间人，要洗咱的罪。对犹太人来看，西门北着火，伊变无清气。总是对新约耶稣上帝的救赎来看，迄个火吼，伊会当捌着迄个火，迄个火是要洗人的罪的火，包括伊的罪嘛伫内底。因为我定定伫想讲，伊一定感觉讲我足衰，去互人敬着，着做即个代志，伊一定足毋愿的。毋过会当人类历史中间真正会当去接触到即个，敢若伊那俩呢？你甲想看觅，你甲想看觅，真有意思呢。但我讲到遮，你毋知有想到一个代志无？伊咧徛伫路边哦，罗马兵毋捌识伊迄是啥人，甲拖来耶稣皮价。总是你甲看三本福音书的内底，拢写古利奈人西门。遮个福音书的作者是安怎知影即个人对群众的中间拖出来，伊是古利奈人，佫知影伊是西门是安怎？你捌想无？太早！我甲你讲，这是真趣味的代志。咱今日读伫马可，伊甲咱马可吼福音段留一个足宝贝的资料互咱。伫马可福音段15章21节，咱拄啊读，讲迄个古利奈人西门是亚历山大甲罗虎的老爸。亚历山大甲罗虎的老爸。亚历山大甲罗虎什么人，咱拢毋捌的。圣经真少有因的代志，咱毋知影伊是啥人。总是因会安尼写吼，是因为亚历山大甲罗虎吼，伫初代教会一定是足出名的人，讲人拢捌的。所以马可伫遐写讲，即个西门就是亚历山大甲罗虎的老爸。换一句话来讲吼，无人捌西门啦，大家拢捌因两个囝。我伫牧会中间吼，伫讨论头捌一摆拄着一个台湾来总会议长级的牧师吼，来我毋知这讲啥，我袂记。迄台湾人拄着人真爱拄名片互人对无？我拢讲
有所以你等无印名片啊？伊安怎甲我印？你知？逐个都捌我蒋介石敢无印名片？伊讲安尼甲我印呢，哇，真实诶吼！阮这有眼不识泰山，毋知影你遐出名。伊真正咧甲我印呢，我哪着印名片？逐个都捌我就好啊！蒋介石哪毋去印名片？我哪甲我印呢？即两个吼，毋免印名片啦，逐个拢捌，所以马克安尼写。恁厝你诶亲戚若有真出名诶吼，恁有时仔嘛对伊出名咧，敢毋是？我会记我拄好搬去 Orange 庙诶时候，我捌讲过，迄阵啊，我诶囡仔妈妈，我诶父亲人拄好过身1年，我带两个囝开始读册，因两个真后是皮仔喏，因有一摆伫学校吼，是迄落两个人四手联弹啦吼。学校遐囡仔拢捌诶，过去吼，因遐因诶朋友要介绍我互因诶爸爸妈妈嘛是吼，拢讲这是 Mr. Chan， 是 Stanley 甲 Jerome 诶老爸。我靠阮囝咧出名，无人捌我呢，我著爱靠阮囝出名。我退休了，转去台湾总会要做工去啊吼，台湾我离开台湾30-40年才转去，无人捌我。大家拢讲这个张凤昌牧师的囝啦，好，大家拢知影。阮老爸40-40年，我定定咧想讲哦，我伫加拿大靠阮囝出名，转去台湾爱靠阮老爸。I am nobody， 你感觉？你甲想讲，老虎甲亚历山大真出名，讲的人拢知。但即个西文吼。圣经内底无其他的资料，敢若安尼定定，总是咱有理由通相信咯。伊甲耶稣举十字架，圣经拢无写，总是咱会使用想象的。你甲想，耶稣举迄支十字架，跋倒一摆啊，人佫啊扶起来，对第2位行到第3位，第3位跋倒，第3位爬起来，行到第5位，西文才来甲伊举。当西文来要甲耶稣举十字架的时，你想耶稣的表情是啥？耶稣一定足感谢。我相信耶稣的眼神看西文，一定对西文是足大的冲击。咱过来想象，因继续行，耶稣佫跋倒跋2摆。了后行到遐要顶十字架，伊举迄支也替耶稣举迄是到遐囥咧涂骹，人甲耶稣顶十字架。若准你是西文，你会十字架等下做你走无？我想袂啦。伊会点仔徛？即个人是安怎？遮尔少年是啥物代志？伊伫遐看，耶稣互人顶十字架。十字架踩起来，伊听到耶稣咧祈祷，爸啊，赦免因，因为因所做，因毋知。即个人安尼款待伊，伊咧替人祈祷。我毋知伊安尼搬过济久无着，伫耶路撒冷佫住偌久，我毋知。拜5顶十字架，过2日，耶稣过活。假使迄阵伊若还伫耶路撒冷，你敢想讲无人会甲讲？你替伊举十字架迄个耶稣，讲国活呢？你想西文会安怎？伊一定要出，敢有影会国活？圣经无讲西文有看到耶稣还无？我毋知，有可能无？毋是无可能的。伊甲耶稣举十字架，互人强迫的，互人强迫去举别人的十字架，真衰啦吼！总是即个代志改变伊的生。伊两个囝伫初代教会足出名，讲的大家拢知，所以马可安尼写。
佫一个咱今仔日读罗马书第16章，第16章第13节，保罗的罗马书到第16章伫要结束啊。伊写16章写一张名单，真侪名，爱讲甲遮人请安。中间第13节，伊讲请安伫主受敬调的罗虎，甲伊的老母，伊的老母嘛是我的老母。因为咱所有的圣经学者拢讲西门一定成做基督徒，毋若安尼，伊的规个家庭拢成做基督徒。保罗出去咧传道的时，毋知伫倒遐有互因的家庭款待着，有互因的家庭照顾着。伊会讲老夫的老母嘛是我的老母，因为迄若毋是有足亲的关系，无可能讲即个话。伫遮咱看见吼，伫遮咱看见，伊毋若替耶稣举十字架，伊嘛举伊家己的十字架对耶稣，带伊的家庭规个家族做基督徒，举因的十字架对耶稣。亚历山大，咱毋知影，敢若马可讲捌讲伊的名，总是伫《使徒行传》第19章第34节到34节，33节到34节遐。保罗吼伫耶路撒冷去互一群犹太人的牧民甲伊围掉，要甲拍互死。有一个路加伫使徒行传第19章写讲，有一个人名叫做亚历山大，伊冒险出来保护保罗，互保罗得到安全。这个是毋是罗夫的兄弟啊？亚历山大无，我毋知，有可能敢是？有可能敢是？这个西文伫无意中，互人压迫，举耶稣的十字架。我拄好讲无意中，对人来看可能是无意中，上帝另外有安排呢。上帝另外安排呢，伊毋若替耶稣举十字架。伊举家己的十字架对耶稣，咱毋知影伊伫初代教会做偌济代志，总是看起来伊的囡仔敢若真活动的款。伊嘛引传伊负责人，因好款待出外传福音的保罗，咱有理由通相信，即个西文。伫初代教会一定是扮演真重要紧的角色。人看起来真衰啦，我拄仔讲的，本来我的讲道吼，我问小丽讲，迄豆苗因迄台湾话要安怎讲？我本来是要写豆苗变福气啦。啊，豆苗，我讲的豆苗，我想的台湾话，敢若一句话叫做豆苗，叫做落水啦，敢毋是？我本来要甲翻做落水变福气，阮某甲我讲毋好啦，迄伤粗鲁啦，所以我真文雅，今仔日讲即个题目，真正呢，对人来看就衰啦。你十万年要来参加搬假释，也袂当去。捌着火，毋是伊爱，互人强迫的。总是，我佫想哦，我即粒头壳个乌白想啦，恁大概拢知影。你甲想讲西文接落来是了，也做基督徒，伫教会出来，伊过身的时啊，去天堂拄着耶稣。你想耶稣会安怎甲讲？多谢你吼，迄阵啊好佳哉，你甲我斗掠伊去。啊，我相信上帝嘛来讲，多谢吼，互阮囝伫世间互你真照顾的。咱来参加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对一个毋是真出名的圣经人物，古利奈人西文，
主阮知影伊受逼举你的十字架，伊也有举十字架对你。若安尼做真好的模样，带伊的家庭信你、对你好款待，当迄时的圣徒，包括保罗先生。主，阮感谢你，虽讲无真济证据，总是阮会当学习足济。阮恳求你，互阮无袂记得，阮着举十字架对你，互阮无袂记得，若有机会，阮犹原爱替人举十字架。阮感谢你，互阮对你学习即款的模样，对遮个圣徒学习模样。阮恳求你帮助阮每一个人，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